自2004年成立以嚟，進研教育成功培育超過1萬個學生。目前超過70%嘅同學嚟自傳統 Band 1名校，接近90%半學生報到後成績都有明顯嘅提升。每年更有超過一半同學仔喺校內試奪 A， 或者喺 DSE 取得 Level 5以上嘅佳績。我哋嘅教學團隊包括大學講師、名校科主任以及碩士級資深導師，大部分擁有5年以上嘅教學經驗，並且堅持專科專教。每位老師都係所屬科目嘅專家，只會教授自己最擅長嘅科目，確保同學掌握最全面嘅學科知識同埋考試策略。我哋嘅成功之處在於每個科目都有獨門嘅應試技巧，配合個人化嘅學習資源。多年嚟已經幫助數以千計嘅同學提升成績。只要跟足我哋嘅方法，絕大部分學生喺3至4個月已經見到明顯嘅進步。過往更加有名校學生喺半年內全級排名飆升超過90名，成功例子多不勝數。如果你已經試過好多方法，成績都冇明顯改善，係時候揾一間真正適合你嘅補習社。由進研教育專業導師團隊帶領你一步步提升實力，改寫未來。